来看东京听障奥运，咱台湾的代表队阁传出好消息，昨天保龄球男子代表队摕到铜牌，目前咱台湾累计已经摕到3块银牌甲4块铜牌。跆拳道女子对拍57公斤级别8强赛，片淑婷第一局对韩国，在上面一波猛烈的攻势了，力赔2分，因无游完落后，第一局输给对方。 第二局也是挡袂掉对手的连续攻击，上面是0-2输。本来就是讲会当用排步户外赛过来拼铜牌，因过大会临时宣布取消排步户外赛，让伊的赛程提早结束。今仔日也拄好伊的生日。看我红包都准备好了，不管输赢我都有红包给他，就当我生日难忘的生日。来看空手道。 47岁吕金芳伫男子对拍84公斤级，先摕到2连胜，拍入去4强。严国成输给阿尔及利亚选手，铜牌战阁输给乌克兰，上尾只敢拿摕到第5名。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是我预估大概150%的表现的。 另外一位选手郭文虎伫男子个人型摕到死亡之组，佫是第一个上场，上尾成绩36.9，分组第5名，无法度晋级第2轮。伫咧电竞标枪部分，男子王如虹甲邱一波拢晋级决赛，分别摕到第5甲第7名。伫女子组方面，连续3届摕银牌的柯安怡，这边决赛表现无啥好，只敢拿摕到第6名，是第一遍伫听话无摕牌。 男子德国跳单中舞也摕到第6名，这么台湾代表团总共摕到3银4铜，一个欠金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